请让我们预备心，安静来等候我们的神。谢谢。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今天回到教会来敬拜神的，就是神所拣选要特别蒙福赐恩惠的，在你们当中，阿们，阿们。哇哦！你来跟旁边的人，你来跟他说，你跟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荣光，我在你身上看到荣光。凡是我们走向锡安山要敬拜神的，当我们从家里面预备好，我们跨出的那一步，你知道吗？圣灵就与你同行，天使就保护你。哈利路亚！因为天使看到这一些的百姓是要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所以他就保守你，保护你，也把你的心思意念，神呢，他就看重你。阿们。是，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带着一个喜乐还有舞蹈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吗？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要从我们的心来领受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牧师邀请我们的双手举起，我们谦卑的来领受圣灵。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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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我们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用悟性祷告，可以用方言祷告，让圣灵更多的充满在你的里面，也让你更敬虔的、谦卑的，把你的心向圣灵来敞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哈利路亚，呼啦啦，嘘哒啦啦，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哈利路亚，嘘啦啦巴嘎啦，嘘哒啦啦，伊哒啦啦，嘘哒啦沙啦啦。哈利路亚，是的，巴嘎拉的，是的，沙拉拉，哈利路亚，是的，沙拉拉，巴嘎拉，是的，哈利路亚，是的，沙拉拉，哈利路亚，是的，谢谢圣灵，是谢谢圣灵，你对我们说，你看见我们的心，看见我们在你里面的委身，看见我们服侍你。也看见我们在家庭里面所摆上的，看见我们在工作上面的效力。谢谢圣灵，你鼓舞了我们，让我们因着神的同在，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成了有意义的事情了。阿们。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要全心的来敬拜你，我们要投入的来信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我们一同来祷告。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你现在呢，来跟旁边，你要跟3个人，然后呢，你跟他击掌，你跟他说：我们大声赞美神，神的荣耀就必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荣耀就必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用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神
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一个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脚前的光，是我们路上的灯。哈利路亚！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要一起来呼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们的神值得我们的赞美，所以我们从早晨到夜晚，我们都要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灵就要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切的难主，我们一切的软弱，都要在我们的敬拜赞美中，神要挪去这一切的拦阻。哈利路亚。我们首先要请乐团带领我们来赞美。
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我们一起来赞美。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是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赞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哈利路亚！我们要一生紧紧跟随我们的主。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是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我们举起我们双手来宣告。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是的，主，从早晨到夜晚，我要称颂你的名。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刚刚从第一首歌到第三首歌的敬拜，来到赞美，来到敬拜。那牧师在跟圣灵对话的时候，我跟圣灵说：“圣灵，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敬拜？请你对我说。”圣灵说：“我们的敬拜来到了天上，连天使都跟我们一起在歌唱。”阿门。圣灵他说：“孩子，你们的歌声已经扩张到在整个台湾的周边，连花草树木都跟着我们一起在称谢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神给你的尊贵，给你的权柄，给你的能力恩赐是如此的大。不仅我们站在这里，旁边的弟兄姐妹听到我们的赞美，他们受到感染。然而这些是无远弗届的，借着圣灵把我们赞美的声音都扩张到其他的地方去了。连在教会之外的，他们都在敬拜，都在赞美。阿们吗？阿门。这个土地因着我们同心合一在这里的敬拜，这个土地发话，他们要成为耶稣基督所爱的土地。阿们吗？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执行神所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的能力。我们要来祷告，特别在这个月的2月28，我们的核心同工将近有90位的同工要到埔里，我们有一个核心同工的灵修会，需不需要我们的代祷？因为每一个同工，他可能就是你的小组长，你的铁三角，是我们的长老，是我们的执事，是我们这些乐团服侍的同工，主日学儿牧老师的同工。他们每一个礼拜播出他们的时间，他们爱我们，爱神，他们愿意服侍我们。然而他们需不需要被神再一次的装备来充实他们？阿们吗？是，所以这是一次我们核心同工的一个凝聚的灵修会，求神大大赐给他们，透过这个灵修会，要格外的加上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不仅他们有智慧来引导我们，来开阔我们，也祝福在他们的家庭当中。阿们吗？更要赐给他们健康。如果你的小组长生病了，你的小组会怎么样？就会像那个锅上的蚂蚁会慌乱。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铁三角祷告，让他们健康。要不要为牧师祷告？为牧师祷告。我们为这灵修会的所有的同工，让我们的交通安全，让我们在那里领受的得着心上。每一个小组小组长所带领的联谊交谊都得到喜悦。阿们吗？举起。好，现在我们要来 RPG。好，我们一个一个找一个来，两个人，我们要来 RPG。带球的部分为我们的228的灵修会来祷告，大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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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灵的同在。我们
我要称颂你美名。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双手举起，说主啊，我的主，我爱你。全人都仰望在耶稣的里面，耶稣怀抱你。耶稣也说：“孩子，我爱你，孩子啊，我爱你。”哈利路亚！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当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从神来那圣灵的浇灌，我们可以夸耀神的爱。阿门吗？阿门，神的爱对你够不够甜美？阿门，阿门。神的爱对你够不够丰盛？阿门，神够爱你吗？阿门，阿门。恩典丰盛无比，我们夸口神的荣耀，好吗？你也跟旁边来跟他夸口一下，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对我的爱。你跟组员说你自己的组员好不好？自己的组员，你去找你的组员，跟他说：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组员跟组长说，跟铁三角说：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对我的照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非常非常的甜美，感谢主。你再一次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今天穿得很漂亮，今天穿的漂亮，虽然很朴素，但是有荣光。跟他说，虽然不太有荣光。阿门。我们要的就是荣光，荣光。感谢主哈！再一次热烈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也有我们的家人哈，从其他地方回到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也祝福在这一些的我们的永光家人的身上，祝福在我们永光家人的身上。好，大家跟旁边人说，耶，请坐。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到8节，约翰福音3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耶稣回答他，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老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慕对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惊讶。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经攻读到此。接下来我们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要讲的题目是：到底重生了没？到底重生了没？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每一次的敬拜所带出的能力是超乎所求的。阿们。而且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都知道我们同属神国的，
所以那个同在一起领受从圣灵而来的作为，就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来到神面前，你总是有渴慕，阿们。而这个渴慕是要告诉神说，神啊，我今天来，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所作为，因为我亲近你了，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宝血的遮盖，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激励，阿们，并且更确信你所信的可以保守你所有的一切的这一位神，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来做永光的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宣告，因为我们是按着神所教导的，圣经所指导的，那我们来建立属神的教会。既然是属神的教会，一定有神的使命在教会其中，而我们就是奉着耶稣的名来执行天国的使命在地上，阿们。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断的来宣告。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到底重生了没？阿们。你跟隔壁说，你到底重生了没？这是一个需要问的问题哈，不是到底生了没有是到底重生了没？生了早就生了，所以坐在这里嘛，对不对？但是重生了没？这是你的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们不断要来思考这一段经文，也透过这样一起来求圣灵来作为在我们当中。在永光教会真是美好，你跟隔壁说，永光人真是太棒了哈！因为我们每一天都3+1，你听到3+1在哪里常会听到？你去餐厅的时候全家去有几个人？4个人，他不会说4个人，对不对？他会说什么？3+1所以永光教会每天也有3+1哦，就是什么？要读经计划，对不对？读圣经，然后抄写经文，然后导读，再加 RPG 3+1。你跟隔壁说，我们都有3+1哦，来。对，我们都有3+1哦当然今年开始我们按着这样整卷的这样旧约新约旧约新约这样读确实我们每天的导读的经文不容易所以今天牧师就把自己的这个抄写的笔记给大家看一下。好 ，OK， 好真的很难哦，牧师要出这个1章里面要出1节的金句不容易有时候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出但是就求神帮助我让我们能够来看。你看2月2号的，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怎么样？替你代替他为你做你做主呢，对不对？我做主呢，因为太小字看不太清楚那这怎么宣告？怎么宣读？真的不晓得怎么宣读那牧师的宣告的方式，你看我有写我宣告，我绝不逾越神，阿们。我不能代替神，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经文里面这节里面，我用宣告的方式，我就写我绝不逾越神。好，那你看2月7号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对不对？这是创世纪39章第2节。那我的宣告就是
我宣告，我要永远与神同在，蒙他喜乐，蒙他喜悦，这是我的宣告哈。然后我再看，这上个礼拜的，哇，真的有的很不容易哦。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自己按着圣灵的感动给你，那你就有可以这样来写。比如说2月10号的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屋里哭了一场。我宣告我哭了一场，这样吗？那就怪怪的，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宣告我珍惜亲情友情我宣告我们自己转化好不好因为真的有时候在一章里面要找可以导读的经文不容易，但是就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像牧师这样我会有感动的，我就会把它宣告你看2月13号的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就宣告我总是等候神施恩拯救的手，阿们。对这是牧师自己的写的方式提供给大家能够来做参考按着神给你的感动我们这样的读经的进度跟着跑，然后抄写经文跟着做，然后导读就跟着来这是很棒的。所以你每天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每天都按部就班来，有时候会落掉没关系1天2天赶快再把它补回来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一个轮子的生活，是非常健康的生活因为我们总是把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分辨我们的生活，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站在属灵的高处了，阿们。你站在高处跟站在低处那个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靠着神的话语提升你自己在属灵的高处，你看待一切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清楚楚，可以轻重缓急分得出来，属世的属神的短暂的永恒的，你就会分辨出来，你就不会为了短暂的事情在那里争得你死我活，你也不会为那短暂的你就怎么样卯足了一切，把精神体力全部都投注在那里，你不会，因为你是属天神国的子民，你有神给你的智慧，这是基督徒你我所应该的。所以我们既然可以这样有神的话语，就求圣灵提升我们到属灵的高处上来，帮助我们看透一切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这样的来宣告说，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是的，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宣告的我们感谢主，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创世纪读完了，对不对？礼拜5开始，我们读进了新约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很特别，因为它跟其他的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的写作的方式不一样。最早是福音最早的是马可福音，所以有一些人在就把所谓的马太、马可、路加称为是共观福音。共观福音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它里面记载的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事情，有很多都是同样的事件，而他们可以摆在一起，可以一起来看对照，而能够更完整的把耶稣当时候的情境能够更活现的让我们来了解，那叫做共观福音。所以他们就会按着时序来写。但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它不一样，因为约翰这个作者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介绍给凡读这一本书卷的人，就是他要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并且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可以领受从神而来那永恒的生命，可以把我们暂时的这样有限的肉体的生命可以连接到永恒里面。
这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非常清楚的一个目的。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所以我们感谢主。特别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就有告诉我们他写作的目的哦。我们一起来读，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阿们。哇，这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作者的目的。我们读他的时候，一定要领受他所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指引的道路。我相信这是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的。那从这段经文，我们感谢主啊，是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记载尼哥德姆他来找耶稣，对不对？好他是德高望重的人，他在夜里来找耶稣。他找耶稣，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一个动机的存在。然而，耶稣跟他的对话当中，提醒了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个求道的过程里面，重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像一个分水岭一样，若不重生，可能都还在肉体里面生活。但是当你重生以后，你就进入属灵的境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哦。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所应该自我来反省的：到底重生了没？你到底重生了没？我到底重生了没？这不是尼哥德慕他要面对的而已，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面对的，并且可能是每一天都要自己来反省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给我们来了解哈，你问自己好不好？我到底重生了没？你问自己来，你问自己自己的答案在心里，对不对？好，对，你的答案你可以自己来思考，我到底重生了没？那今天就要透过耶稣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底什么是重生，而重生前跟重生后有怎么样的分别没有？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最棒的一个学习。你跟隔壁说，今天的议题跟你的生命跟生活有绝对的关系。来，今天的议题跟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有绝对的关系。阿们。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所谓犹太人的官，就是犹太公会的议员。那犹太公会就是犹太人所组成的咯，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要对他们的祖先的遗传摩西五经这些的律例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是德高望重的，是被大家所尊崇的。在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犹太公会的组成就是72位，就是72位。所以我们从这里跟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发现，这位犹太的官尼哥德姆，他是非常被人所敬仰的，并且他非常的很仔细的在观察耶稣基督的所说所行的一切哦。而且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他就是不以自己为满足，他总是有一个渴慕，有一个所谓受教的心哦。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尼哥德姆，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有这等的一个情景。后来呢，其实我们也经文里面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我们发现他后来都是暗暗的在帮助耶稣，并且在传扬基督的福音。OK， 那这德高望重的尼哥德慕，他是夜间来找耶稣哦。也许他白天很忙，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时刻，能够好好的跟耶稣来对话。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他就直接问耶稣一个问题哦。他说这是普及版的一个翻译比较清楚，说拉比，我们都知道上帝派你来教导我们，
你所行的神迹证明了上帝与你同在。他说拉比是先生哇，是教法师，你可以说是教法师咯，经学士，哇，你是上帝所派来教导我们，你跟其他的拉比的教导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就证明了你真是上帝派来的。哇，厉害嘛，对不对？这个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够观察细微，能够看见耶稣跟其他的拉比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看他从这里有一个渴慕，好像他期待来到耶稣的面前，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导，以至于他内心的渴慕以及盼望能够得着满足。意思就是说，虽然他过去对摩西五经的这些律例都非常的深知熟练的都知道，但是他内心还是有一种渴慕，能够更了解更多，以至于他的生命能够更活出有意义来。这是他来到耶稣的跟前一个非常好的动机跟目的。我们看见这是神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基督就直接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死的国。你发现耶稣的回答好像跟尼哥德慕他所提的问题好像鸡同鸭讲，对不对？怎么对得上呢？怎么对得上呢？好像怪怪的。耶稣到底是听不懂他，还是耶稣有另其他的含义在这其中？很特别。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够看见尼哥德慕他的意思，就是说，哇，神迹啊，耶稣啊，你所行的神迹让人印象深刻呢。所以由此我证明你是上帝派来的所以你的教导跟其他的拉比不一样。哇，真的太棒了。然而他讲这一句话的同时，耶稣看见他内心真正的渴慕，不是因为神迹，不是看见神迹来证明耶稣是上帝派来的。他说更重要的是我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对你的生命的影响是怎么样，那才是最重要。阿们。求神给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每天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更懂得圣经的来龙去脉而已吗？是要更知道说，哇，这真理原来是这样而已吗？在知识上的认知而已吗？让我们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圣经很熟练哇，会背很多的经节很棒是这样而已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了解这一切。一个很重要单纯的目的，就是这一些神的话语要成为你现在的帮助跟提醒。阿们。他的能力要活现在你的生活现场里面，那你读神的话语才是得到真正的精要。阿们。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基督的信仰是经历复活的信仰。我们一起来说，来，对于基督的信仰，如果我们认知而已的话，那很可惜，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复活的能力在这其中。这复活的能力为什么会有复活呢？是因为先有死，对不对？有死才需要复活，不是吗？你现在活着，你需要复活吗？怪怪的，对不对？我就活着好好的，为什么需要复活？不，要经历从死而复活，这是信仰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的一个关键。所以在这里，耶稣非常清楚的说，要重生，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的重生的重字，希腊文告诉我们有3个含义在这其中。第一个就是从最初开始，从起初开始。然后呢，第二个意思就是再一次。第3个就是从上而来的，就是从上帝而来的，从上帝而来的。而这个意思在告诉我们，
重生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呢？不是像尼哥底母他所认知的人我怎么这么老了，对不对？胡须长那么长了，我怎么还可以进去到母腹再生出来呢？他说的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他的认知。而耶稣所说的是什么？重生不仅是从头再生一次并且是从神而来赋予的一个新的生命。阿们。所以我们都了解生命有旧的有新的，对不对？旧的应该是切断，新的才会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关键。所以重生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重生是神的工作，是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神就在你的心里面做彻底的一个改变，是彻底的是完全的。那这时候你就不会以自己为中心，也不会以这物质为中心，乃是以基督为中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去分辨你重生了没？从这里可以就来了解。如果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用人的想法在想，朋友会提供你意见，亲人也会告诉你怎么做，你过去的经验是怎么样，你会说这个会遇到什么，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筹算了很多很多方式，也预备了很多来对付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说你要重新再思考一下，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你把你可能想到的所有的一切的解决的方式，你先摆在一边好不好？你先用神的眼光来对自己说，如果是上帝，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想？他会期待我怎么做？那是一个思想意念改变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是步骤。好，所以不再用自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不再用自己的经验所有的资源来看待你所面对需要去面对的困难。你应该跟主说，主啊，我既是属乎你的，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了，我已经口里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所以我要把这个主权交给你，求你告诉我，让我明白。你多等候好不好？上帝可能不会马上就给你答案，不，但是神要我们等候。当我们越等候的时候，就是越把自己摆在旁边，更多的单单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的安静，透过你读神的话语，透过你听诗歌，神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做。也许那是你很不喜欢做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你顺服他，你就按着他而行事看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里面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都会面对的。所以我们看尼哥底母他所质疑的是什么？他不是不愿意改变他不是不愿意他所质疑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你叫我现在已经60、70岁了，还要进入母亲的怀胎再生一次吗？那是不可能的，确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所谈的不是属地的事情，他所说的重生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那是永恒的问题。所以想要改变，常常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因为永恒的问题不是用属地的思想作为一件可以去解决掉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或者你刚刚信主不久，你就应该要更了解，你要重生。重生就是要打掉重做，把过去你的习惯，那属地的习惯，属物质的习惯，你可以全部打掉重做。因为你既是神国里的人，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信仰
不只是认识而已，更重要是要去经历它。阿们。去经历我所认识的耶稣，去经历我所认识的耶稣，这才是你我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因着这信仰得着能力跟蒙福的一个关键。阿们。是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更深的来体会。当尼哥德慕他提出这样一个质疑，他好像不可能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哇！耶稣谈到水跟圣灵，这含义是什么呢？其实它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告诉我们，水是表达是洗净的一个象征哦。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你过去的一切罪恶，耶稣的宝血都已经为了你付上代价了。你承认自己的罪，你就得蒙洗净，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的功劳，就是为你我而预备。当我们来到他面前，他乐意用宝血洗净我们一切污。所以基督徒你我，也许你在真正的认识耶稣之前，你有做很多不为人知的，或者是人家看为不好的事，自己也觉得良心过意不去的。但是当你承认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来洗净，来遮盖这一切事情以后，你应该不必再为这些负责任了。阿们。所以如果还有声音跟你说，有人跟你说你以前怎么样，你要怎么说？不要找我，去找我债主，谁呢？耶稣基督。不要找我，因为我的主人已经为我还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这样，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不能再被旧的所缠绕的，若不然的话，你没完没了。是耶稣救赎的功劳有一点瑕疵吗？还是因为你的信心软弱，以至于你又跌入到谷底里面？这是你我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时常提醒的。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了。所以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阿们。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洗礼入了死，就是旧的我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不是？那基督是因为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了，那复活的大能岂不也在信他的人的身上应该天天彰显出来吗？是不是？是应该的哦，是应该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来了解，然后圣灵的是预表力量的一个象征。我们降服于神以后，不仅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的，更重要的，我们有新的生活，我们有新的思想，新的话语，我们有新的未来，我们有更建立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每一天都可以非常喜乐？为什么每一天都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乃是因为我们拥有基督复活的能力。阿们。我们有新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不是我们所有的困难都没有了，不，我们照样有挑战，有困难，有疾病，但是我们用神的眼光看待。如果耶稣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阿们。如果耶稣是喜乐的，我必然是喜乐的。如果耶稣是得胜的，那你呢？你必然是得胜的。阿们。这是基督徒你我所应该所相信面对的。上个礼拜牧师
生病的很厉害。我只求一件事情，上个礼拜我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敬拜神，我用哭的，你知道吗？我用眼泪来表达我渴慕他。我跟主说，主啊，如果照惯例感冒咳嗽，以我过去的经历，要1个月才会好，对不对？你1个月感冒咳嗽1个月以内会好的，举手一下。1个月以内会好的，那你们不错吧？哈，对，3个礼拜会好的，以内会好的。好，放下。我告诉你，因为你不是站在这里，所以你以为是好了。其实你如果站在这里讲话，你就知道，还是没有好。我过去的经验是要1个月，要完全好哦，讲话都不能有怎么样。但是我上礼拜在这里哭的跟主说，主啊，下个礼拜我要在这里讲道，下个礼拜我要勇敢的凭信心说我可以讲道，阿们。所以我感谢主，今天我也可以说我完全好了，对不对？是，我就宣告我完全好了，所以我就凭信心来预备今天的讲道。现在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享受宣告，因为神的大能按着我们心所渴慕的，如果我们是讨他喜悦的，他成不成就？他必然成就，阿们。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阿们。你说我本来我就很刚烈的人哈，我就直言直语，我直肠子的我你许被安怎？不，你成为基督徒的，圣经告诉我们，情欲来的败坏都斩除掉了。你该有的是什么？神的性情，阿们。你跟自己说，我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什么呢？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包容的，是公义的，有没有？这一切神的属性都展现在神的性情里面，而我们都享有神的性情。不但这样哦，圣经更告诉我们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与圣徒同果，是神家里的人了，阿们。你跟彼得同国吗？跟保罗同国吗？哇，跟以利亚同国吗？跟摩西同国吗？亚伯拉罕同国吗？阿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了，阿们。那很棒哦。所以你应该跟隔壁说，我现在是神国家里的人，来。对，我现在是神家里的人，对，你我都是神家里的人。哇，真的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就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风跟圣灵在希腊文里面或者是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哦。所以第8节，耶稣清楚告诉我们风怎么吹，对不对？哇，我们只有可以感觉得到，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风从哪里来，从哪里而去。他说圣灵的作为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感受圣灵的同在，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因此他说，圣灵来可以更新你我，在我们从圣灵重生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来自于永活的神的生命，阿们。所以神的生命是永恒的，你我成为基督徒，既然同属神国神家里的人，我们也拥有永恒的生命，阿们。这件事情可以提出3样，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咯。所以你是从圣灵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进入神国了，进入天国了，你是做神的儿女了，并且你可以有永生的确据了，阿们。所以你确认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受洗或者你还没受洗，但是你确认你是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宰，
为你生命的救主的话，你就要相信你已经进入神国里面，你已经恢复了神原始创造的时候给你的是神的儿女，并且他把他的生命分赐给你，让你得以永恒。阿们，有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面对任何的处境挑战，我们都不惧怕，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欢迎那个日子的来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享有永恒的生命的，不是死后才有，是现在你相信就应该有了。那你既然知道你有这么丰盛属天的产业，你对任何事情还惧怕吗？不要惧怕，都不要惧怕，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最后告诉我们，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对不对？从灵生的就是灵。那可以看见的，从肉体生的，我们如果只看我们肉体的话，那你就是属世的。那属世的肉体的是有限的哦，能够做的极其有限，而面对的就是常会把焦点放在挫折跟失败里面。这是习以为常的，大家都是这样吗？不是吗？你不要看大家穿得光鲜亮丽的，不，还是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甚至不敢启口的，因为他觉得那不能见光。然而这一切，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对这些事情的看待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就不是靠肉体、靠血气来评乱任何的事情哦，乃是靠着圣灵，因为圣灵超乎万有，所以我们才能跟着牧师刚才所说的，我们才能够站在属灵的高处上来看待一切，并且了解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的话，任何的挑战、困境、难处我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只要有神与我同在，我就安稳。阿们。所以恩典跟得胜是你我必然可以享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你都可以说我靠基督得以夸胜。阿们。我们一起宣告好不好？来，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个破口，或者一个难处，或者一个阴霾里面，你应该要宣告哦。来，对这个你内心里面最恐惧害怕的事情，你来宣告它，好不好？预备，来，我靠基督得以夸胜。阿们。再一次来，我靠基督得以夸胜。阿们。是的，这是你我每一天都要宣告。如果二者好像大军来要碾压你过，你就可以宣告我靠基督可以夸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对不对？这是你我可以确信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也许我们在生活里面还是会跟一般人一样，会有失败，会有失落感，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失败、失落感，还有失望，还有是什么？失恋还有什么？很多失去很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常会期待说，可以重来一次吗？可以重来一次吗？但是问题是，重来一次，如果跟有人有关系的话，那重来一次，也许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已，不是吗？如果你读书读不好，你也会想说，如果我可以重来，以前我努力只有50的力道而已，如果重读的话，那我从小学重读，我一定用100%的力量靠我的聪明智慧，一定怎么样？一定可以上榜最好的。我如果可以重来的话，那可以重来吗？好像没有生意失败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投资失利的话，有没有？
哇，股票啦，什么期货啦，上上下下的，有没有？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要停损点，我提早把它停损点，我现在就怎么样了？有没有？可以重来吗？好像很多都没有办法重来。如果跟人有关系的，那重来就更复杂了，不是吗？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打掉重做吗？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像再一次的机会是遥遥无期。但如果你想的都是用人的方式，那就是难上加难，比登天还难。然而，我们真的不能够再重来吗？耶稣跟尼哥底母说：“再重生一次。”你可以再重生一次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尼哥底母，他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托给他，跟主说：“主啊，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我要打掉重做，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如果你把你的价值观、你的信念你心所想的这一些，你生活的重心这些种种的，你把它打掉重做的话，交给耶稣，交给圣灵的话，我要告诉你，你会用不同的眼光来重新看待你的环境，你会看见很多是可以感恩的。也许过去是把它看为是累赘的哦，但是你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你会献上感恩。因为你既然眼光改变了，就是有从神给你的智慧来分辨，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属地的事，就一清二楚了。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相信，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阿们。你确信吗？你需要吗？你有没有重生了没？这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可以的，你可以再重生一次，再一次把自己交给神，再一次把这难处陈列出来，勇敢的跟主说：“主啊，我真的不行，我只能够交托给你。但是怎么交托给你呢？就求你先改变我，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改变我过去对这个人、对那个人、对这件事、对那件事的看法，让我打掉重来。你会发现，你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你会看见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阿们。并且他早就为你预备了，你依靠他可以得胜有余的一个道路。这条道路，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在其上了。阿们。所以感谢主，在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着这个帮助。你要相信你是重生的，并且你是神家里的人。阿们。我们一起宣告，来，我重生了，我是神家中的人。阿们。再一次来，我重生了，我是神家中的人。对，你就是神家中的人，你行事为人要有神的样式，因为你有神的性情，并且你是神国里面的子民。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从神耶稣的话语里面，我们确信这件事情哦。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句。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3章5节。再一次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3章5节。如果是要宣读的话，我就会宣告说：“我宣告我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阿们。我宣告我已经进入神的国了。阿们。好不好？我们自己来宣告。来，我宣告我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宣告我已进入神的国了。阿们。
阿门。感谢主，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得到帮助，让你今天所领受的，下一秒就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能力呈现出来。阿门。你愿意吗？你领受吗？阿门。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诗歌。如果副歌你想跟着一起跳都可以哦。我们是赞美跳舞的教会，阿们。耶稣至尊生命，荣耀全能运行，救赎恩典遍及万民，以爱拥抱归归儿女，全心敬拜赞美。你跟隔壁说，你跳舞好像可爱的小朋友，因为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对不对？神就喜悦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他。阿们，感谢主。好，大家请坐。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
我们要以感恩的心，还有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今日到主是会众请起立。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牧师来主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刚刚牧师的分享当中，我相信我们有极大的领受，所以呢，我们在座的都有得圣灵的喜，都有重生了。阿们，阿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好，这是我们在这一周的导读，已经进入到约翰福音了。所以我们的抄写经文呢，也应该进入到这里，好吗？我们来念一次这个经文：神是个灵，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第4章，好，我们要持续的读下去哈。那每一次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跟神有了一段的对话。当我在导读的时候，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在 RPG 的时候，圣灵他说：“你知道吗？当你们做了这件事的时候，就是永恒入侵时间，就是神的国透过你的 RPG， 透过你的抄写经文，是神的国就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你是超越你现在的时空的，那个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不要轻忽那个 RPG 导读所带来的能力。阿们吗？是，这就是神他大大的将那属天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途径。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核心同工灵修会，我们要到哪里？到埔里哈。那在这2天的时间我们会有小组的聚集，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要让我们的同工们有一个联谊，然后彼此鼓舞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第一站呢，我们从这里7点半准时出发，逾时不候。
好，我们每一次都是会提早出发，因为人到了我们就出发，是，所以呢，曾经有人他迟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让他继续在这边等，我们就已经走了。好，所以呢，大家要彼此尊重大家的时间。那我们去到那里，我们会先到埔里教会，然后在那里呢，我们的小组，所以我们都是以小组为主哦，哈，所以小组长要带着我们的组员。那我们在那里短短的聚会分享之后，然后我们吃那里的很有名的西西霸丸，在埔里很有名。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到酒厂呢，不是喝酒，是去吃那个安城，好不好？好，再来我们就会去日月潭，然后呢去游客中心。然后那里现在听说那个落羽松也很漂亮哈。好，然后我们隔天呢会整天都在九族文化村，我们2点就会从那边离开，所以我们会很早就回到台北。所以在九族文化村也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的同工呢有彼此的联谊。所以呢饭店也非常的棒哈，饭店也非常的棒，早餐还有晚餐都吃得非常的好哈。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的哈，感谢主。好。那等一下回到刚刚的上页，那我们有这些的同工，我们等一下呢会有一个短暂的说明会，所以请这些的同工。那我们这次的总召呢是礼拜部的部长林主恩长老哈，主恩长老，还有其他的车长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些的人等一下来聚集一下。那我们也会放一些我们小组长你要负责的部分哈，我们会放在群组。这是好，下主日。今天服事说明。OK， 好，来下一页。好，在我们教会呢有推动这个访韩盛会，那访韩盛会的日期是在7月14号到21号，有7天的时间。那总共的费用呢是39000元，这是以斯拉他们所办的。那我们跟团，那我跟周牧师呢参加过这个大概有7、8次哈。那这次呢我们教会会推，那报名呢到3月9号为止。那我们呢参加的人员全教会都可以参加。那另外呢我们会有补助。那补助呢有这些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涉及在永光教会，并且在近半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开始到现在，有固定的主日聚会，有固定的小组聚会。那我们全程参加完之后，回来我们会补助1万块，是，所以呢39000，如果呢回来又再补助1万块，那只有29000，但是我们要经过我们的小会的长老审核，因为呢，的确教会每一分钱都要花在一个有益的事情上面，所以呢，我们这个也不随便补助。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访韩盛会呢，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内容？就这样是不是？好，访韩盛会呢，我们到那里最主要的，我们要上到祷告山。那这个中央纯福音教会呢，鲁伊岛的纯福音教会，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它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徒现在大概超过90万人。是，那神怎么样让这个教会呢，从5个人一直到现在成为90万人，世界最大的教会？所以他们是透过祷告，所以呢，他们有一个祷告山。然后那个祷告山呢有祷告洞，所以呢他们的祷告呢不是像我们只有坐在椅子，他们还会在半宵祷告，然后会进到祷告洞里边，所以我们会在那里来操练祷告，在他们的祷告山。那在那边祷告是禁食祷告。什么是禁食呢？就是没有吃饭那在那里祷告，所以呢7餐禁食，你回来你就赚2万，因为你变瘦了。是，所以7餐连续7餐都没有吃饭。那就有人说，牧师，那我血糖的部分怎么办？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到这样，你可以自己带饼干，然后呢自己可以低调的吃这样。好，
然后你可以持续的祷告哈，对，不是要把我们饿死哦，是去操练祷告，不是要去饿死的哈，是，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的操练的一个机会，我们很多的同工去过哈，然后回来之后真的整个灵就生命就重生了，哈哈，是。那在他们的祷告呢，他们的旁边呢还有一个祷告的区域，在那边祷告绝对不会吵死人，因为那是一个墓园，所以我们会在墓园里边祷告。你看他们韩国人祷告在墓园呢，所以也许你们会讲怎么会跑到坟墓那边去祷告？哇，那边坟墓那边祷告真的是格外的安静。而且呢，也非常的平和，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因为圣灵的同在，坟墓都有神的灵气在哈，是，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文化。那我们呢，在那边7天之后呢，那我们还有接下来他们就会预备，然后带我们去韩国呢景点逛一逛。再来很重要的第2个就是礼拜天要参加那个最大的教会汝矣岛教会。他们的礼拜呢，外面都是排好几千人，所以都是排队排好久的哈。是，所以我们去经历他们是怎么样的敬拜，他们属灵的氛围是怎么样。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感染了，你一定会有极大的翻转跟更新，然后回到永光教，我们再一次的眺望我们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个机会哦。所以我们今年有补助1万块，那也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就跟我们的组长尽快来报名，好，谢谢。另外呢，我们幸福小组又来了，感谢主，这是我们可以接触弟兄姐妹 best 的一个机会。3月23号启动哈，那3月2号之前呢，请把我们的辅长的名单，还有实习辅长的名单交给我们的名家干事。好，我们今天有培育学校的营会同工的说明会哈，所以等一下呢留下。好，再来。好，那撼动星球。好，我们感谢主，让永光教会真的是在神的恩待里边、恩宠里边，让这些的青少年看见这个世代青少年的价值在哪里。是，所以我们办了这个撼动星球，要让所有的青少年都能够回归到神的真理。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我们热烈掌声一下来，哈利路亚。好，我们的声音。我们看到这影片是去年他们的营会所留下来的。去年参加是105个人，那今年呢，我们设定目标呢到200个年轻人，所以我们希望除了永光之外呢，还有其他各个教会，包括他没有来教会的青少年都来参加，小5以上。小5以上，那我们去到那里呢，我们建立他们的品格，然后呢，给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涯规划的一个概念，然后让他们跟神的灵连结，让他们跟家庭连结。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撼动星球。我们也为撼动星球祷告，让我们有这样的人数能够达到200个人，不多。但是因为我们场地的关系，我们人力的关系，我们只能够服侍200个人。所以你的孩子小5以上，你都来参加，你知道吗？参加过的孩子回家之后，跟父母的关系有极大的翻转。他知道父母亲对他来讲是重要的，是配得尊重的，是，所以我们都在教导孩子，他们在道德、品格、情绪还有灵性上，所以这是在台湾最棒的活动，就在这里哦。好，感谢主。好，接着，好，这是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5班，3月8号要开始了哈。所以你看我们的5班，他们这么的可爱，所以跳舞的孩子不会变坏哈。跳舞的孩子会越来越有智慧，那所以呢，如果你的小孩已经小1了，就可以送到我们的儿童5班。好，再来我们的星光学院呢，好，星光学院呢，这是神量给永光教会有一个很棒的
为了儿童跟青少年所办的一个学校，那就是在礼拜2、3、4的下午呢，放学之后就来到教会，就开始写自己的功课。我们会有辅导的同工都在旁边陪伴他们，还有解题的老师。另外呢，我们有英文课。那我们的英文课呢，是我们的John 老师、刘哲老师有在这吗？还有慧敏，是不是？敏慧好，刘哲老师，你们起立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刘哲老师跟敏慧。好，他们夫妻，感谢主，请坐。那他们呢是小平老师，小平的小组，感谢主他们因为透过小平老师，然后介绍进到永光教会。那在这一次呢，牧师再一次的跟他们聊，哇，我感受到一个非常大的神要兴起我们永光教会的儿童跟青少年，所以也透过他们2个来在我们当中陪伴孩子的成长。他现在呢他们在教星光学院英文，所以孩子来到教会，他们会有1个小时的英文。那有刘哲老师跟敏慧老师他们在教，最主要是刘哲老师。那这次呢，刘哲老师就跟牧师问了，我们整个星光学院除了英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那刘哲老师他们2位牧师仔细跟他们问了之后，哇，我才知道，哇，他们隐藏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神给他们的恩赐。原来他们2位呢，都是在数学、还有电脑以及他们的物理跟数据 AI 上面他们是拥有博士学位的。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们在美国，长期在美国，然后在那里学习，所以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在那里工作，在那里教学，所以他们有很多他们得到的经验。那他们现在回来台湾，也因着来到我们的永光教会，看到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渴慕圣灵，渴慕传福音，所以呢，他们也打算定居在新北，然后跟我们一起往前走。所以呢，我们呢也透过这样子，我们要广传，也就是要邀我们社区的更多的青少年来到我们永光教会，进入到星光学院。很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孩子有自己主动自动读书的纪律习惯，这个重不重要？是，所以透过老师的陪伴，我们开始在养成，而且他们来到教会第一件事情，他们会先跪下来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让我在读书上面得能力，灵性跟他的SQ、IQ、EQ 都兼具了，就在我们的星光学院有很棒的老师，所以我们赶快来报名，因为呢我们名额有限所以我们赶快来报名，是2、3、4，所以你的小孩可以不用去补习，你就直接送到这里来，在这里圣灵亲自来教导他。阿们。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永光教会能够为这些的儿童青少年多陪伴他们，我们所举办的星光学院。好，接下来好，那另外呢，这是青年崛起复兴欢庆，是在3月29号 Time for Taiwan 的一个活动。我们有这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要推动的声音。昨天我跟周牧师呢去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些都是来自台湾各地的牧者。好，那这个活动呢，是由灵粮堂还有一些的单位一起
一起来发动一个很奇妙，为什么会发动这个3月29号，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集合在凯道，要为台湾、为世界祷告。是，所以呢，青年崛起不是只有青年哦，而是由青年发起，然后所有各个年龄层的人，基督徒，凡是基督徒，我们都要集合在凯道，在3月29号的下午那一天，我们要为台湾祷告。那这个整个的活动的缘起呢，是在2年前，有一团从北美有位牧者，然后他带着基督徒大概70位。就这样，因着圣灵的感动，从北美，然后呢，他们自己花钱，然后来到台湾，要为台湾祷告。可是呢，他们不认识台湾任何一个人，他们只因着圣灵感动他们，圣灵对他们说话，说台湾接下来要成为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出口，所以呢，你们要到台湾为台湾祷告。就这样子 ，Daniel 牧师带着他的团队，总共70个人，就从北美来到台湾。来到台湾，他们也不晓得有谁接待他，他们只是要来台湾，就是来祷告，禁食祷告21天。跟台湾没有关系的美国人，他们竟然就这样因着感动，跑到台湾，为台湾21天的禁食祷告。后来他们的行动呢，被教会的牧师发现了，然后有一个台南的教会呢，牧师呢就接待他们，让他们可以有住，然后呢，可以了解他们到底在台湾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计划。那个教会的牧师就支持他们，结果他们就在台湾各地禁食祷告。弟兄姐妹们，竟然有这样的人这么的爱台湾，你说神爱不爱台湾？神爱台湾。所以呢，因为这样，在2年前，所以呢就开始，去年也延续，而今年也要延续，就是21天的禁食祷告。然后呢，到了3月29号，全体大集合在凯道的祷告。因为在美国还有许许多多各个国家的先知们预言，在台湾可能会遇到震动的事情，还有就是台湾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所以呢，仇敌呢一直不断的在攻击台湾，但是神要保护台湾，阿们吗？所以我们台湾之外的人，他们已经都敏感到台湾的位置的重要性。我们自己成为台湾这土地上的人民，我们要不要起来祷告？我们要起来祷告。所以这是国外的人带动了我们，因此呢，我们要起来祷告。在过去呢，在这大概1年当中，神一直感动牧师的心，我们永光教会要来为世界、为台湾有一个禁食的祷告。牧师本来打算在过年之后要来规划，我们要为台湾、为世界来禁食的祷告。没想到这个就来了，我就马上收到通知说有人要举办，所以呢，神很清楚说你们就跟就对了，你们就跟。是，所以台湾是我们的所在之地，我们的家要不要自己救？土地要不要自己救？自己的国自己救。不论两岸如何，我们都透过祷告，神一定会把最美好的旨意放在我们两岸当中，阿们吗？现在最缺的就是要起来祷告。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大家把时间拨出来，在3月29。那前面呢会有禁食的祷告，都是设据点在我们永光教会。到时候牧师呢再来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参与。好，再来接着下一个。我们下个礼拜要颁发马可福音圣经营的证书，请我们同工来出席。好，那周六有奖学金的审核会议。好，接下来。好，那我们呢在2月25号到2月27号，我们4楼呢都要做那个整修是油漆哈，所以我们可能鞋柜啦什么各个部分呢，你的东西如果有在呢，可能先暂时你收一下哈。好，再来就是好管委会这个好，我们好，那明天呢中委会的研习会要在我们这边来举行。那我们上个礼拜有受洗受洗曾毅有没有在这边？曾毅有没有在这边？刚刚我看到他有在楼上在楼上陪小孩哈。威敏呢有在这边吗？威敏还有我们的慧敏
廖慧敏跟傅慧敏有没有在这里？哇，2位慧敏都在这里哈。我们感谢他们成为我们的永光家人哈，上帝也大大赐福他们。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好，看下一个消息。好，那下个礼拜呢是西团的琴手的训练，那请我们西团来出席。好，接下来下一个。好，下一个。好，那儿童牧区呢，下个礼拜有一个会议，我们也来出席。好。好，青少年聚会哈，好 ，OK。那牧师来特别报告一下，我们的吉长弟兄，大家都认识哈，吉长弟兄是那吉长弟兄呢，在2月13号安息主怀哈，是我们也特别为他的后事来祷告。那吉长弟兄他其实在过年前都还有来参加小组的聚会啊，一切都很好，但是因为他失智走失了，所以呢透过警察局通报，然后呢社工接手，所以送到了一个照护中心。那牧师呢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后来等了1个礼拜之后呢，社工呢竟然就自己就打电话来到我们永光，我才知道我们的机长是被安置在一个照护中心。那我就跟秀莲区长还有桂林组长燕玲同工，我们一起就到了泸州去探望机长。那探望他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讲话，然后整个精神上不是很好，是那因为他是失智的现况，所以我们就一直鼓舞他。那个时候呢，牧师就牵着他的手，牧师就问他说：“我是潘牧师，你记得吗？”他紧紧的握着牧师的手说：“他知道，他知道是牧师。那他知道秀莲，知道贵，他都知道是所以我们在那里为他祷告。那没想到我们探望他那一天晚上，他就送医院，然后社工隔天跟牧师说他过世了。哇！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但是牧师后来回想之后，他跟牧师握手握得那么紧，他不放我的手，让牧师感受到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可是说不出来。然而牧师知道他跟牧师再见，也跟我们弟兄姐妹说谢谢，是因为他在后面的这一段期间，因着来小组，因着认识了这个信仰，来了永光教会，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是，这是他的家人所做的见证，所以也非常感谢桂林组长他们的小组，还有秀莲区长，他们这个牧区对他的爱护，让他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可以在神的爱里边来离开这世上。是，所以呢，等一下牧师特别请我们秀莲牧区的弟兄姐妹留着，牧师呢要带他们的牧区来为机长他们的后事，他的后事来祷告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好，那这是素娥姐哈。那素娥姐呢，她是我们的明辉的妈妈。那明辉是永伟小组的组员，明辉今天有在这里吗？好 ，OK， 明辉比较少参加在主日的礼拜但是他有参加小组，所以呢他的母亲蒙主恩召，所以时间是定在2月24号，2月24号嘛哈。好，礼拜1的上午9点哈。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诗班，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可以来参加这个诗班，为这个家属带给他们安慰哈。好，接着，好，那我们继续为秀珠的父亲廖天清弟兄来祷告，为他的平安哈。好，接着，好，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那我们是雅文的朋友呢，田家有没有在这里？哇，田家非常的欢迎你。人如其名，真是甜美哈！感谢主，上帝祝福在田家的身上。好，再来我们下一位，来我们来介绍。好，元宇弟兄是志文的小天的同学的家长，刚刚有参加楼上的亲子礼拜，有2个很帅的小帅哥的儿子哈。上帝也祝福在元宇，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元宇小孩可以送来教会。你会很有安全感的哈！热烈欢迎我们的元宇，一次的欢迎。好，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老朋友哈。好，永光教会之前我们的一涵还有建志，一涵呢以前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2位有没有在这里？好哇，我们欢迎我们的一涵老师，还有建志。
哇，好久好久不见了，对不对？那2个小孩也很大了，现在在楼上哈。感谢主，上帝也大大祝福在一涵，他们现在住在台南哈，然后在那里也有很棒的服事。上帝祝福，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一涵。那我们刚刚呢，有介绍的新朋友，请你们再次的站起来。然后我们的迎宾呢，有教会的礼物要来赠送给你们。好，我们的刚刚田江还有元宇。好，旁边还有没有久久没见到的人？你跟他说看到你真好。是我们总记得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我们倒要彼此的勉励，要持续的来聚会，要有一致性的聚会。因为呢，那日子将到，所以我们更要保守我们可以聚会的时间。阿们。所以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下个礼拜一定要看到你。好，我们一同起立，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大大的爱送给你。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你的主人大大的爱他。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愿圣灵的大能更新你们，也愿基督的救恩临到你家，更愿上帝的爱扶持，满满的祝福在你所做所行所想一切的事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要说明的同工请到这里。